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林义景涉嫌诈领到助理费，台南地检署昨是大动作，伫个南北来搜索，甲相关的人员调去问笔录。林义景本人是透明问甲天光，最后是以100万交保限制出海出境。那伊服务处的主任是洪申请收押禁见。这林义景交保行出到地检署，是甲记者讲，伊坦荡荡，就是光明磊落。伊讲法律一定会行伊清白。你有要讲什么？行了，加了。委员要不要谈一下案件是不是有委屈？我坦坦荡荡，法律就会还我清白。今日透早6点外，民进党的立委林义景以100万块交保行出地检署，简单讲，伊光明磊落，就坐朋友车离开。委员是有认罪了吗？今日透过面切感谢外界关心，佮强调讲调查真相是上要紧的代志，希望讲量早将司法资源献予其他案件甲备端。其实针对林义景牵涉助理费不法的案件，检方为昨暝11点开始分2个侦查庭，同步问伊甲永康服务处的姓黄的主任。其中黄主任搁捌休困，敢若是甲律师讨论过了，才重新搁开庭，一个人交保，一个人声押禁见。这是南检系统上来的，还是你们是北检系统的？这摆检调大动作，兵分道路，南北东部搜索。昨早起7点外，林义景就被带到台南地检署；11点外，姓黄主任同款被带到位。期间，检方警察团15个嫌疑人甲4个证人，包括林义景的小弟，伊对外表示讲是接到111年他日案的传票，以证人的身份到位的。这摆配合调查的19人内底，5人以3万块到10万块交保，其他8嫌疑人甲4个证人是无保请回。洪成讲，检调怀疑林义景长期以来就牵涉诈领助理费，金额有几100万，甚至呢，包括议员甲立委的期间，虽然讲要动用经纪人，嘛都要伫上短时间内调查清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